歡迎收睇黃金獵殺線，帶你直擊今次最血腥嘅獵殺過程。講翻上個禮拜黑色星期五個市，其實都唔使講得太複雜，好多人只係坐喺個 mon 前面睇住戶口啲數字一段一段咁俾人抹走。呢種跌法唔係你操作失誤，亦都唔係判斷錯誤，而係行情根本唔打算俾生路你行。嗰晚市場教識咗大家咩叫真正嘅風險。呢一筆新紀錄留低嘅唔止係數據，仲有一地碎片黃金。平時大家心目中嗰位行得慢唔會跌嘅避險之王，竟然喺短短2日之內由5600美元美金天花板直接跌到落4700美元地板。呢啲唔係回調，直頭係自由落體。2日蒸發成1000點，單日跌幅超過9%。如果你覺得黃金誇張，咁白銀嗰位情緒病細佬直頭係想攞你命。上禮拜五白銀由差唔多120美元美金，好似斷線風箏咁，一嘢懟穿所有支撐位，跌到得返75美元附近。單日最大跌幅一度衝到37%。呢啲邊度係貴金屬，兇狠起身，簡直比加密貨幣啲土狗幣仲要癲。依家好多人腦袋都好亂。驚就一定掟啦，但更多嘅係問號。牛市係咪玩完？金價個神話係咪爆咗？最現實嘅係依家跌到咁，係送錢俾你抄底，定係引你入坑嘅飛刀？我知道大家依家心好亂，手好癢，所以唔好急。今日呢條我同大家慢慢拆，直接睇黃金4小時圖。個畫面真係慘過戰後現場。點解我一直提住4700美元？因為呢條線係多頭最後嘅防線。點解咁重要？主要有2股力量，200天線位置。由舊年10月開始，呢條線就係生命線。只要企得穩，仲可以話係深層回調。一跌穿，成個勢就玩完。上升趨勢支撐，呢度係舊年年底至今嘅趨勢交匯點。嚟緊點行？2條路。劇本 A 絕地反擊，如果喺4700企穩，甚至留條長下影線，咁就有機會做超跌反彈。目標睇5000美元到5100美元。劇本 B 信心崩潰，如果4700守唔住，下方空間就打開晒，可能要睇4500美元，甚至4300美元。大家覺得4700守唔守到？留言話我知。點解個市會一日跌9%？唔好同我講咩升多咗要跌，廢話嚟嘅。呢場戲嘅關鍵係宏觀預期喺短時間內轉鏡。之前大家喺度玩緊弱勢美金呢條線，賭川普會帶個聽話嘅人去做聯準會主席，瘋狂印銀紙。但點知川普突然宣布提名 Kevin Warshak 海文 Watson 呢條友係華爾街眼中嘅鷹派，硬骨頭，對通脹零容忍。呢個消息一出，美元即刻回焚，美指衝返上97。當美金轉強，黃金自然就軟晒，再加上實質利率向上衝，持有金銀嘅機會成本變高。啲大戶諗，既然揸美金有利息執，美金又唔崩潰，咁點解仲要揸住啲唔配息、波動又大嘅金眼？於是大資金集體反手。另一個原因係中東，原本大家買金係為咗買張保命符，驚打仗嘛。但上禮拜五，川普突然話同伊朗傾緊，仲暗示有協議，避險情緒1秒消失。啲避險資金覺得冇仗打，梗係即刻散貨啦。點解白銀跌得咁勁？因為當時市場太擁擠，個個都做多。芝加哥交易所 CME 仲要喺呢個時候加辣，提高保證金，白銀保證金拉到15%。啲高槓桿散戶邊度有錢保？結果只能被強制平倉，市價狂賣，買盤又唔夠，結果就變咗多殺多嘅雪崩式踩踏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黃金白銀係咪玩完？要唔要斬倉？大家深呼吸先。短線係跌得好痛，但底層邏輯變咗未？我認為未。美國差唔多40兆嘅國債係事實，無論邊個做主席，只要債務問題一日唔解決，實質利率長期都要維持低位，金價長，牛嘅基礎就仲喺度。而且全球央行去美金化買金，呢個係戰略選擇，唔會因為川普一句話就變。特別係白銀，
佢唔止係貴金屬，仲係 AI 同光伏產業嘅剛需。依家係紙白銀喺度殺跌，但實物市場其實好缺貨。呢種脫節往往係下次大爆發之前嘅深蹲。總結一句，呢波係洗盤，洗走啲唔穩嘅籌碼。嚟緊黃金會喺高位劇烈震盪，4700係關鍵。大家記住，唔好急住接飛刀，留得住本金先可以行到最後。你覺得呢個禮拜守唔守到4700？歡迎留言預測下。如果呢條片幫到你清醒啲，冇咁慌，記得撳讚、訂閱黃金獵殺線，開埋小鈴鐺。我哋下次再一齊拆解市場。拜拜。